早前哈佛大學女學生蔣宇榕發表咗動人嘅演說，裏邊提到被我哋貼上敵人標籤嘅人都係人，但係好遺憾，佢本人嚟自嘅角度，一旦被貼上敵人標籤，並唔會被視為人嚟到看待，並且注定會遭受到各種唔人道嘅對待。佢哋之所以被視為國家敵人，並唔係因為犯咗乜嘢傷天害理嘅事，而只係因為佢哋希望堅守良知，做一個真真正正嘅人。我諗起佢李旺陽先生，今年已經係佢離開我哋第13年啦。香港人忘記唔到李旺陽，因為我哋差唔多好似目睹佢點樣含冤被自殺嘅整個經過。89民運嘅時候，李旺陽係邵陽市公智聯嘅主席，因為組織聲援北京學運遊行被捕，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罪，判監13年。喺出獄之後，佢並未放棄信念，因為堅持講出六四真相，同埋為六四嘅死難者爭取公義。喺2001年，再次被檢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，重判10年，累計服刑時間長達22年。喺監禁期間，李旺陽遭受到各種嘅酷刑。出獄嘅時候，失明失聰，左邊嘅牙齒冇晒，身患多種疾病。喺離開監獄之後，仍然要一直住喺醫院。佢曾經講過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期望有一日中國能夠走上多黨制嘅民主道路，並且願意為此斬頭也不回頭。結果佢一生受盡各種唔人道嘅對待。去到2012年六四前夕，香港傳媒播出李旺陽接受訪問嘅片段之後，喺醫院裏邊，佢被發現被自殺身亡。喺中國嘅監倉裏頭，而家仲有一個被消失嘅李旺陽，同樣因為組織工人聲援89學運而受到迫害。黃妙根同樣係工人背景出身，佢喺1989年6月9號北京血腥屠城鎮壓嘅幾日之後，因為帶領群眾喺廣場發起悼念集會，同埋作為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嘅發起人，而被警方毆打拘捕。黃妙根被控領導非法工人組織罪名，被判勞動教養2年半，被送到去蘇北嘅動亂分子集中營接受勞動改造，期間每日勞動長達10幾個鐘。但係佢放監之後，仍然冇改變到自己信念，繼續爭取民主。後來喺東亞運動會舉辦期間，被強行送入去精神病院關禁咗21個月。佢放出嚟之後，繼續被監視，被視為知識分子。喺1996年，佢去到公安派出所投訴被騷擾，又被送入到去精神病院監察。後來雖然短暫獲釋，1999年5月又再次被關，從此失去自由，直到而家。將政治異見者關入去精神病院，依家已經成為中共政治打壓嘅常用手段。早前 BBC 亦有一個專輯詳細咁報導。近年嚟，黃妙根流亡海外嘅戰友向外界表示，已經同佢失去咗聯繫，甚至唔知道佢係咪仍然在生，所以四出發起聲援行動，尋求外界嘅關注。返嚟香港，堅持爭取民主同埋悼念六四嘅人喺國安法之下，亦都被標籤為國家嘅敵人。坐監嘅不斷被加控罪名。啱啱傳出咗黃之鋒被加控所謂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，令人痛心。即使係被放監出嚟嘅人，亦都會遭受到嚴密嘅監視，或者就算係無罪之身，只要被國安盯上咗，就會被視為黑五類，好多權利同埋自由都會被剝奪。試問呢個國家又曾幾何時將佢哋視作人嚟到看待呢？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，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可以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一有香港、英國嘅勞權消息，我哋即刻通知你。